好，来继续来看台湾的最高峰玉山，这个山顶咧标悬，也就是咧写“关渡”迄块石板。2013年去互雷卡到必船，而且是愈逼愈大船。这个玉管处今年特别偏预算来换这块石板，重点是一块石板50公斤重，两个山地青年轮流甲派去伫山顶，阁袂当甲哭着、甲伤着，是相当的辛苦。这个工作队伍出发的动工，拄好是921大地动满21周年，有袂少的登山客来见证着石板身躯交换的历史一刻，真感动。嘿，我办到了！透早6点，玉山的山顶日头已经出来啊！工作人员依照预定的时间，将新的石板放入旧石板顶，准备要甲换掉。宫顶的登山客见证这个历史时刻。新的一刻，因为6点了嘛，就把它放上来。觉得不会觉得太幸运了？很幸运啊！对啊，今天换新的牌子。还没有觉得那个山青这样背起来很辛苦，当然很辛苦啊。想到讲这个山青真辛苦，原来这边换这块石板有50公斤重，为塔塔这登山口派上山，足足要1天时间，过程中佫袂使甲伤着。到哪一段觉得最累？都没有，很轻松，轻松啊！难得有背到这种东西啊，这个算玉山的灵魂呢。标悬3952公尺的玉山山顶的石板，2013年因为雷公卡到有必损，虽然有经过补过，也阁愈逼愈大泡。玉管处今年编列预算换这个石板，马上伫921地动21周年这一天换掉。台湾在历经了这个20年前的921大地震之后，那这个由上而下的一个玉山主峰的一个修复，那也代表对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个祝福。标悬的石板换新的，玉山山顶有新的面貌，嘛代表台湾大地经过修理已经复原啊，浴火重生。